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那个我们的香蕉干。这个太长串的名字了，叫做香蕉什么香打什么肠。那个这是客家擂茶风味香蕉干香打麦肠。那其实这道菜蛮好玩的，就是这个是我以前在福华饭店当学徒的时候，我们师傅他们去大陆学回来的一道他们那边的地方的特色小点心，叫香打麦肠。他们是把糯米粉加水做成粉团，然后煎成那个糯米饼嘛。糯米饼之后，他们是撒芝麻粉、糖粉，然后跟香菜，然后把它卷起来切断来吃。我会把它做成香蕉干擂茶的那个渊源，是因为香蕉盛产就很大一包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那时候就不然的话，你给我拿去试做新菜看看，就带去日本比赛。结果听说还得了金牌。 OK，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香蕉干要怎么样把它变成呢，可以得到金牌的这个甜点哦。然后我们首先就是糯米粉，然后再水的话是160公克。它其实就很简单，我们就是一般的糯米团而已。然后它会有点比较稀稀糊的状态，就我们要做起来的时候，它是有点像团但是又会有点流动那种感觉。啊，是哦，我还以为是硬硬的，像我们在手一样呢。无法度，迄然后真袂熟，你得水分爱较多淡薄，较嫩一点嘛。它做起来的话，我们大概这样一团，但是好玩的是我们这样摆在手上，它会慢慢滑下来、垂下来。像这样子，它会慢慢这样垂下来。好，要调到这样子的程度哦。要这样子的软硬度哦。锅子烧热。都不需要放油吗？不用。你如果这种不粘锅就不用放油。那如果是那个生铁锅什么的，我们就是把锅子烧热之后，我们就用纸巾沾一些油把它抹一抹。好，放下来。观众朋友，我想可能你也是第一次看到很好奇耶，待会儿它的呈现口感是怎么样？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呢，很多人其实他不太吃香蕉，像我女儿她就不喜欢吃香蕉。那我第一眼看到我就想，这家伙把它晒成干之后做成甜点，也许他就把它吃下去了啊。各位有没有吃过日式烤麻薯？有啊。就是里面 QQ 软软，外面酥酥脆脆的嘛。它这个感觉就很像那个日式烤麻薯的口感。好可爱哦！它就会慢慢膨胀起来。目前这个感觉都跟日式烤麻薯越来越像，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师傅在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，师傅，你确定你没冲丢吗？你确定你没搞错？你这个真是大陆学的吗？我们怎么看都像日本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慢慢煎，然后一边煎一边把它压开。难怪你说根本都不用油。对，因为这个锅子不需要油。这个做法好玩。这道料理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你在压这个面，就是说这个米团的时候啦。对，你就是一定要让它水汽慢慢的透掉，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弄到完全干掉。像这个蒸汽有没有？很可怕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小心，不要去喷到。可是我要怎么样来判断说它已经好了，里面已经熟了呢？其实它这个早就熟了。那我们就是只要把它再压脆一点、香一点而已。那我这样子真的很怕会变成鲜贝嘞。因为我们火不要开大，我们火也是这样子小小的，慢慢压。变鲜贝的话，只是脆脆的。好，这样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先关火，然后在我们的寿司砧板上面，我们就倒一些我们的客家擂茶粉，就先把我们的擂茶粉先抹开，把这个放下来。然后就是要把它敲一敲，有没有那个旺旺仙贝的味道跑出来了？然后把它压一压，让那个擂茶粉压在上面，然后把它稍微擀开一点，把它擀均匀一点。然后擀的时候它会粘出来嘛，粘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再翻个面，让它去沾那个粉。你要擀过来之后，我们有一边它这个线会跑出来，跑出来的地方我们等一下来当收口，它等一下就会粘住。然后我们放上我们的香蕉干，然后稍微这样把它卷起来。
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切断。然后它这个热气就会把那个香蕉的香味带上来。那时候刚端出来的时候，人家也是觉得。老大，这道菜感觉不是很漂亮我就说好吃就好啦。主要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特色呈现出来。我们的香蕉卷，好，之后我们再装饰一下我们的新鲜水果。好，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蜂蜜淋上来。我们的这个栗子蒸鸡还没出来，我们就先上甜点了。我们今天这一家厨娘的餐厅呢，顺序有一点颠倒了。这个要蒸比较久，像这种的话，我们就是都会先做起来，制备好在旁边。但是如果是香打卖场的话，就是客人现点，我们才能现煎，我们就是粉团。那你意思是要现吃啊？对。